佇教育局內底大細寫，台南網青鄭芳成對2024年開始，講幼兒園園長對家己的查某囝不當管教加性侵，經連續2檔佇跨年晚會激烈頂情。毋那如此，還閣佇社群平台頂懸散播相關影片，引發網友討論。最近法院的判決總算是出爐，鄭姓夫婦敗訴，要需連帶賠償幼兒園負責人20萬元那且必須要刪除他其散布在臉書、IG、YouTube 上面等不實貼文跟影片。教育局對本次民事判決結果表示欣慰，並重申市府處理兒少保護事件堅守有案稽查、屬實稽法的客觀中立標準。規樁案件經過2檔多時間，對所謂鑑識甲病醫驗傷攏無查到犯罪事證，即馬竟是成為法院認定的造謠。你看個鄭先生啦，要煩死啊！也毋過鄭芳成有緣無死心，趁着幼兒園下課的時陣，駕車駛入去，也閣開直播，專程秘佇咧車內，只有透過車窗的窗提出物件，向警察來嗆聲。透過他自己的自媒體，然後他的流量平台就是比我們還大，我們就算再怎麼樣的澄清，都比不過他的那個造謠的部分。對啊，當然，所以身心的話，當然是有蠻大的影響。我是被他投入音的家長，他影片剪輯裡面的那個哭泣的聲音，也是未經同意，然後惡意剪輯放進去的，所以我算是最大的受害者吧。成天找所有的人麻煩，然後去扭曲這些事情，然後去想象這些沒有的故事。對着防指控的幼兒園來講，傷害已經造成，身心方面攏受到非常大的影響。學生招生減少將近3個班級，希望大家會當相信司法，莫閣傳無經過查證的假消息，更莫受騙捐款。台南新聞蘇慧採訪報道。